Hello，大家好。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天后嘅細嘅個比較細嘅單位，佢叫銀都豪庭。呢個單位本身咧就係因為兩個退休人士，咁變咗佢哋經常性去周遊列國去玩嘅，好少會翻嚟香港住嘅。咁啱咧就諗住裝修，就預咗我哋一個舊客，原來舊客都係佢朋友嚟嘅。咁啊舊客就會介紹咗俾我哋。呢個舊客本身自己都係一個設計師嚟嘅，咁變咗就一齊去處理呢個設計規劃嘅。主要個元素係希望令到呢間屋個空間比較大。佢就係好似想要一個好似酒店嘅住所一樣，因應翻業主個年紀啦。規劃咧主要嚟講都係講嗰個空間同埋個通道同埋個廁所嗰個用途嗰 part。原本而家我哋坐喺呢個位咧，其實就係一個半開放式廚房。客人本身基本上都唔煮飯。咁變咗咧，就個廚房就好嘥地方啦。上一手嗰個設計係廚房就浪費咗個廳個 area， 嗰間房又浪費咗嗰個衣帽間個 area， 所以我哋就基本上整體都拆晒，重新規劃過，取消咗唔做廚房嗰個 function， 因為廚房本身佢哋冇用嘅情況之下，變咗壓地方之餘，令到呢間屋又細咗。咁變咗我哋就將個廚房個位置取消咗去，反而將擺咗喺門口嗰度做一個茶水間。我哋入嚟門口嘅話，基本上就擺咗一個鞋櫃同埋一個儲物櫃。業主去旅行嘅時候都中意 show 一啲 display 嘅，咁變咗就做咗一個架去將客廳同飯廳去分開咯。之前個廁所係比較細啲嘅，最重要就係話佢唔想再將洗衣機擺喺廁所入邊。佢個廁所擴大咗，令到兩個業主入到去個使用個角度會比較舒服，同埋會比較安全咯。將原本呢個廚房呢個位置咧，俾咗一半係廳，跟住再俾咗一半咧就擺喺主人房。兩位業主都希望平時有一啲做文件嘅書枱，咁變咗就可以有張書枱連埋一齊，背後係有窗，咁變咗我哋都將一啲風水嘅角度，譬如話好似床後邊冇窗就好似冇靠山咁，咁變咗我哋就做一個 partition， 令到佢好似一個梗嘅牆，但係本身佢後邊係一個窗嚟嘅，令到佢唔需要落窗簾，而閂埋嘅時候就已經可以完全遮光。本身呢個係一個窗，咁變咗因為風水角度嚟講，好多客人會覺得話背窗瞓唔好，咁變咗我哋就會做咗一個連整體做咗一個設計，一個 feature wall 之餘，令到感覺有少少日本嘅和風，咁變咗令到可以遮光之餘，亦都可以有一個我哋叫靠山。為咗使用方便嘅情況之下，我哋直情係將嗰個衣帽間咧係擺喺主人房入邊啦。第一方便，第二嗰個通道比較闊，第三越運用咗佢兩邊側嗰個位置咧，令到佢多啲儲物空間之餘，用途嘅時候比較方便。最重要大家都留意翻就係走廊對面同埋衣帽間中間個櫃咧，其實我哋特登留咗個位置係放擺一啲生活上面嘅高身嘅儲物嘅，譬如話地拖或者係燙衫板之類嘅。走廊個位置嗰度用一個鏡牆去做，令到好似一個暗床咁。呢個位置其實嗱，大家諗下係可以擺到啲咩呢？特登做咗一個收納一個洗衣機、乾衣機，亦都有好多人都會懷疑，哇！擺喺呢度嘅情況之下，假設漏水會點啊？咁其實呢啲就係我哋設計上邊、technique 上面嘅，咁變咗可以令到佢呢收納咗一個整體。咁亦都因應翻本身，因為業主唔係經常喺呢度住，同埋佢唔係常用，所以變咗亦都唔係大量，所以變到咁樣做法咧，其實就可以美化啲，同埋可以簡單啲，同埋唔多常用咯。咁我哋就希望做咗一個特色牆啦。咁亦都後先介紹過就係呢一幅我哋叫做一個鏡牆。鏡牆其實希望設計上面可以令到呢個空間比較闊落啲之餘，其實呢個櫃咧，其實我哋就可以增加多啲收納同埋擺高身嘅嘢啦。業主希望以一個清幽啲、簡略啲、natural 嘅效果，同埋真係希望光猛啲，我哋就以玉木色同埋淺色去做一個 color tone 咯。入到去個感覺就係希望令到業主好似真係返到去酒店一樣。裝修個 part 嘅話，其實我哋都有啲小貼士嘅，因為有太多嘅客人咧都會覺得啲窗唔需要換，其實唔係因應翻想做多啲嘅工程，
係主要嚟講，如果譬如話一間屋，其實本身嗰啲窗咧同牆中間佢嗰個膨脹或者嗰個黏力已經老化嘅情況之下，如果淨係換鉸或者換啲窗褥嘅話，漏水機會好多，因為始終一層樓咧牆同窗中間嗰個接駁位咧，其實都有機會喺出邊已經入水㗎啦。再加埋有好多朋友裝修咧會忽略咗一啲喉嘅問題，一啲水嘅問題。即係當然呢個市場係百貨型百客啦，但係最重要，如果真係要想解決徹底令到自己住得安心嘅話，都係嗰啲水同電都全部新嘅。咁變咗內外嘅水喉鹹水，或者係內外嘅排水，最內外嘅牆身同埋嗰個防漏同埋啲窗，如果假設呢啲處理好晒嘅話，間屋就已經係會比較耐用。咁如果大家有需要，譬如話想了解多啲嘅設計，或者想要解決成間屋點樣可以做到安心啊、方便啊，咁你可以WhatsApp我哋聯絡下。